鞋濕到入面可以擰水，最尷尬唔係對鞋濕，而係你成日喺辦公室坐低，隻腳又凍又焗，又開始有陣味。落雨返工，尤其香港呢種天氣，有時你已經擔遮，已經行有蓋位，但一過馬路或者巴士站行幾步，鞋頭已經濕晒。去到公司最大問題就嚟，你又唔可以除鞋周圍行，又唔可以即刻攞對鞋去曬，更加唔想成日用吹風機亂吹，吹到對鞋變形。今日街坊生活攻略就同大家講一個好實際嘅問題：鞋子全濕喺辦公室點樣最快救返？尤其係想放工前有機會着返，最重要唔係求其擺埋一邊，而係要做啱幾個細動作。第一步，先處理表面水。好多街坊一濕鞋，第一反應就係將對鞋放喺台底，等佢自己乾。呢個做法最慢，因為鞋面、鞋底、鞋墊、鞋內全部都濕住，水分困晒入面，空氣又入唔到，自然愈擺愈焗。去到公司，如果情況許可，先攞紙巾抹手指或者乾毛巾，將鞋面同鞋內可以抹到嘅水分先印走。記住係印走，唔係大力篩。尤其係皮鞋、仔皮鞋、白鞋，大力撐反而可能整花表面，或者令污水推開一大片。呢一步好似好普通，但其實好關鍵喎。你先將多餘水分吸走，後面通風、塞紙、墊高先會有效率。如果成對鞋仍然滴水，你直接塞紙，張紙好快變到濕晒，等於換另一樣嘢幫你困住水。第二步，拆鞋墊同鬆鞋帶，呢個係最多人漏做嘅位。鞋濕之後，鞋墊通常係最濕、最焗、最易有味嗰一層，因為你對腳踩住佢，雨水滲入去，腳汗又混埋一齊，鞋墊就好似一塊濕海綿，你唔拎出嚟，鞋入面就好難乾。如果你對鞋有活動鞋墊，第一時間拎出嚟，可以用紙巾壓一壓，吸走水分，再將鞋墊企起或者斜放喺通風位，唔好平放喺台面，因為底部貼住台面，下面一面照樣焗住。鞋帶都一樣，帆布鞋、波鞋、網面鞋，如果鞋帶綁得好實，鞋舌貼實鞋面，入面就好難通風。你可以鬆開鞋帶，將鞋舌拉開，令空氣入到鞋頭同鞋內深處。呢個動作冇乜成本，但可以加快好多。你可以想象對鞋好似一個濕咗嘅袋，如果袋口封住，入面點會乾？第三步，鞋內搓紙，但要識揀紙。濕鞋入面塞紙，大家都聽過，但有幾個位要小心。如果係深色波鞋、深色帆布鞋，用報紙或者紙巾吸水都可以。但如果係白鞋、淺色鞋，就盡量用白色紙巾、廚房紙、乾淨吸水紙，唔好亂用報紙，因為報紙油墨有機會甩色，尤其濕咗之後，淺色鞋面、鞋內布料有機會染到一撻撻灰黑色。塞紙嘅重點唔係塞一張就算，而係要塞到鞋內有少少撐翻起個鞋型。尤其網面鞋、布鞋，如果濕晒之後軟晒，你由佢自然塌低，乾咗之後有機會變形。做法係先將紙搓成鬆鬆地一團，塞入鞋頭，再塞中段，最後鞋口位都放少少，令成隻鞋保持形狀。但係記住，濕咗嘅紙要換，你塞完之後過一陣摸下，如果紙已經濕晒就要換過，否則將紙由吸水工具變成濕氣來源，對鞋反而乾得慢。如果喺辦公室紙巾有限，可以先處理鞋頭同鞋墊位，因為呢兩個位置通常最難乾、最焗、最易有味。第四步，鞋底要墊高，好多人只顧鞋入面，忘記鞋底。但你諗下，落雨行返公司，鞋底其實都吸咗好多水，尤其係波鞋底邊、鞋邊縫位、布鞋底部。如果你直接將對鞋平放喺地上，鞋底貼住地下，下面完全冇空氣流通，乾得好慢。所以一個好簡單方法，將對鞋墊高。辦公室可以用幾支一次性筷子、筆、紙皮邊、舊文件夾邊，總之令鞋底離開地面少少。目的唔係整到好靚，而係令空氣可以由鞋底下面流過。如果有風扇，放喺風扇吹到但唔係太近嘅位置，最好係鞋口打開，鞋底墊高，鞋墊另外企起，咁樣風先可以吹到鞋內、鞋面、鞋底，成對鞋先會快啲乾。如果公司有抽濕機或者有比較乾爽嘅冷氣位，都可以放近少少，但要注意唔好阻住通道，亦唔好影響同事。畢竟辦公室乾鞋，實用還實用，都要有少少公德心。跟住講一個大伏位，
皮鞋千祈唔好用熱風吹。好多打工仔着皮鞋返工，一濕咗就即刻想用風筒熱風吹，直覺上好似好快，但皮革最怕高溫急乾。熱風太集中，有機會令皮革變硬、龜裂，甚至鞋面出現皺紋，成對鞋望落舊晒。皮鞋濕咗，最穩陣係先用乾布印走水分，再用乾淨紙塞入鞋內撐形，放喺陰涼通風位置慢慢乾。可以用冷風或者自然風幫手，但唔好貼住熱源。如果真係好急，寧願乾到70%，放工先着住，頂住一陣，返到屋企再認真處理。都好過喺公司用熱風狂吹，吹壞對鞋。再講波鞋同網面鞋，波鞋通常比皮鞋易處理，因為物料比較透氣，但問題係鞋墊同鞋頭位置容易儲水。波鞋最重要係拆鞋墊、鬆鞋帶、拉開鞋舌，鞋內塞紙之後最好鞋頭向少少下，或者側放，等水氣有方向走。網面鞋就要留意。表面好似好快乾，但鞋墊底、鞋底邊位可能仍然濕。好多時你摸鞋面覺得乾，着返落去先發現腳底仍然凍冰冰，嗰種感覺真係好難頂。所以放工前要着返之前，記住摸埋鞋墊底同鞋頭入面。白鞋就更加要小心。白鞋最怕兩件事，一係染色，二係水漬。淺色鞋濕咗之後，唔好用報紙亂塞。亦唔好放喺污糟地面自然乾，最好用白色紙巾或者乾淨毛巾，先印水，再塞乾淨白紙。鞋底墊高時，下面可以墊張乾淨紙，避免鞋邊掂到污水或者塵。另外，濕鞋點解會臭？其實原因好簡單，濕氣加腳汗，再加辦公室冷氣房焗住，細菌同味道就容易出現。你放任對鞋濕住半日，放工時一着返，味道自然明顯。所以乾鞋唔只係為咗舒服，亦係為咗減少異味。最快防臭方法唔係噴香水落鞋，而係盡快令鞋內通風乾爽。香味蓋住臭味只係暫時，水分留喺入面，問題仍然喺度。如果你成日遇到落雨鞋濕，平時可以喺公司準備幾樣小物：一對拖鞋或者舊鞋，方便濕鞋時替換；幾包紙巾或者廚房紙；一兩個竹炭包或者除濕包；再加幾支一次性筷子，用嚟墊高鞋底。呢啲全部都唔貴，但真係救命。尤其香港雨季，有時一星期落幾日雨，與其每次都坐喺公司焗住對濕鞋，不如預先放少少裝備喺櫃桶。總結一次，辦公室乾鞋4步：第一，先用紙巾或者毛巾印走表面水；第二，拆鞋墊、鬆鞋帶、打開鞋舌；第三，鞋內搓乾淨，吸水紙，濕咗就換。第四，鞋底用筷子或者紙皮墊高，增加空氣流通。最後記住3個唔好：皮鞋唔好用熱風吹，白鞋唔好亂塞報紙，濕紙唔好塞完就由佢放到收工。今日街坊生活攻略最想大家記住嘅，其實係一句：濕鞋要快乾，重點唔係加熱，而係吸水加通風。你處理得啱，放工前未必100%乾透，但至少可以舒服好多，亦減少臭味同變形風險。你有冇試過返工對鞋濕到想即刻請假返屋企？又或者你公司有咩神級乾鞋方法？留言講低，等大家下次落雨都有招可用。